其實我哋參加呢個比賽嘅時候啦，我哋接觸嘅課題都係平時上堂好少會接觸到嘅課題啦。例如今次我哋會學到原來係商用嘅防燃劑會有腦素，例如 PBD 同埋 Furan 呢啲嘅有害物質啦，即係會對人體有害咁樣。咁呢個係我哋平時課本上好少會學到嘅知識咁樣。香港學生科學比賽係個1年1度嘅大型創科學生活動，一直都深受學界歡迎。今年已經係踏入第27屆，由1998年到而家27年啦。今年更加係吸引咗100所中學，超過係300支嘅隊伍參賽。比賽係創設咗難得嘅學習平台，唔單止提升同學對科學同埋科技嘅興趣，仲增強咗佢哋嘅科學知識同埋探究能力，激發創新思維。今年嘅比賽咧，以罕見病作為一個主題，亦都係鼓勵年青人用更闊嘅視野去睇一啲嘅關注社會上一啲唔同需要嘅朋友。喺參賽作品裏面其實都好感受到同學你哋嘅細心啦、關懷啦，亦都以創新提供一啲解決嘅方案嘅。為不論係患病者或者係照顧者都係帶嚟一啲嘅改變。調翻轉今日其實我係學到嘢嘅嚇，就因為你哋做嘅 presentation 啦，你哋做嘅研究啦，你哋做嘅一啲資料搜集其實除咗充足之餘亦都有時令到我係認為你哋嘅水平已經去到大學嗰個水平嘅。得獎嘅參賽嘅隊伍係堅持大家對科學嘅熱誠。科學係我哋創造人類、改善我哋人類幸福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鎖匙，係一個途徑。好希望大家尊重科學，同時希望利用呢個科學能夠令我哋嘅人生，包括我哋嘅國家發展，包括我哋香港特區嘅發展進一步發展。